高层次的人生修行从不深陷情绪内耗、自我拉扯、内耗身心。一个人的认知的高度，直接决定了人生的层次与幸福感。向内探索自己的天赋、本心与内在力量，笃定自己，不随波逐流，保持内心干净通透，契合大自然的原生态频率，然后不慌不忙，内心丰盈安稳，自带温润治愈的气场。向内探索便是最好的修行。当你开始关照内心，才是爱的开始。安顿好自己的心，才有能力温暖身边的人与生活。颂钵音疗自带高频能量，无论身心何种状态，都能抚平心绪，让人瞬间安稳平静下来。